今天是2004年12月15号。那个咱们先复习，再往后2页翻到12页，从12页复习啊。今天时间比较充分，那个咱们可以细致一点。第一个句子啊，解别这百米东藏月吧。解别这百米东藏月吧。假是这公给西内顿家哈。假是这公给西内顿家哈。解别这百米东藏月吧。解别这百米东藏月吧。假是这公给西内顿家哈。假是这公给西内顿家哈。我提对阿妈堂人机车两百来。我提对阿妈堂人机车两百来。这几的牛肚车。这几的牛肚车。我提对阿妈堂人机车两百来。我提对阿妈堂人机车两百来。这几的牛肚车。这几的牛肚车。下边那个也读一遍吧，反正多读肯定是没错，有好处。Yes， 下翘数，我读，给读，巧军读，怕热读，怕热读亲吧，难读，阅读，云读，蓝读，苏读，闽语读，哈萨语，哈萨语，萨塔语，萨塔语。下翘数着，给包家庭的单三群，给包家庭的单三群，也缺了给，我那个音读错了啊，也缺了给，用龙觉了对，塞马了嘎。哈基苏一度翁马了对，其实这些读一遍就可以了哈。下边，我能教巴拉三小康琴，乔毛了三小短皮，翻过来，却给俺了色东忙包秦巴音。却给俺了色东忙包秦巴音。下边一句，卡塞没修土度给儿，土江些呢满度给儿，人他们街抽包送，人他们街抽包送。下边那个，周处南给骆驼塞呗，不养通度松，九马养通度松，周处南给骆驼塞呗，后边一下读完，不养通度松，九马养通度松，想别乃南毛，忙包强度绝，一下读下来啊！想别乃南毛，忙包强度绝。翻过来，两步打儿堆，中我压度堆，下瓦爬儿堆，坡瓦路度堆。拉瓦然的，点那给米他们街，摘毛拉错，一块儿，点那给米他们街，摘毛拉错，娘擦嘎干给铺，铺落度松度。娘擦嘎干给铺落度松度，卡尔达瓦拉准买套，卡
卡日达瓦拉准美托，拉玛拉查巴西约巴特，爱语都达当，拉玛拉查巴西约巴特，爱语都达当。翻过来，那个就不读了，咱们直接读句子啊。解军给南巴塔巴西，作为群度即将修改。解军给南巴塔巴西，作为群度即将修改。给别群邦南，给娃居亲了，那边再百70度，炸进几百亲然切，给别群邦南，给娃居亲了，那边再百70度，炸进几百亲然切，达扎琴，翻过来，哈康度缺单月，与瓦热那西谢恰瓦那，给包苍白琴谢恰瓦西月，与瓦热那西谢恰瓦那，给包苍白琴谢恰瓦西月，俄库拉普芒包月，阿玛拉普木吉给，给贝米拉查贝当月，给贝米拉查贝当月，普琼为多界单独哈康记，普琼为多界单独哈康记，索马丘伊登度桥，诺尔布登度下降经，索马丘伊登度桥，诺尔布登度下降经。我不知道是听着，最后那头一句最后那个敲是七跟 o 敲，不要敲，敲就加了那个 o 了就是七跟 o 敲，七直接跟 o 敲，哎，索马丘伊登度敲，好，诺尔布登度下降经，好。马麦松包地呢，爱他在地，巴西给提速，雪巴尔马塞给，云代白去那，爱个真给雪索，马麦松包地呢，爱他在地，巴西给提速。雪巴尔马塞给，云代白去那，爱个真给雪索，你莫下瓦那确定，南朗马塔多，军嘎月。점점 대라 디가 제 쇠도 남 랑마타도 군가 왜 점점 대라 디가 제 쇠도 준모 레칼 개부총 준모 레칼 개부총 대체重开天呐，感冒些啦，普
普大度古瓦尼西约，普大度古瓦尼西约，分2次读完啊。推测重开台那感冒西了，提前从开天南感冒西了，普大度古瓦尼西约，普大度古瓦尼西约，推上阿妈娘俺来带说，提上阿妈娘俺来带说，推上阿妈娘俺来带说，提上阿妈娘俺来带说，沙内扎给，沙内扎给，爬来我妈脚，爬来我妈脚，给包地图说，给包地图说，给那内满堂记穷，给那内满堂记穷，墙内擦捏，墙内擦捏，给包地图说，给包地图说，给那内满堂记穷，给那内满堂记穷，墙内擦捏，墙内擦捏，爱也给包，爱也给包，那么人送赞台，那么人送真体，吹风给人来3年，才分给人来3年，拉对人来女年，那对人来女年，墙给拉错来擦年，墙内拉出来3年，称对人来3年，称对人来3年，拉该茶来假年，然后查来家年，爱也给包那么人送赞台，爱也给包那么人送真体，吹风给人来3年，才分给人来3年，拉对人来女年，那对人来女年，墙给拉错来擦年，墙内拉出来3年，称对人来3年，称对人来3年，拉该茶来假年，然后查来家年，甲乙囊内把握堂，家一囊内包上，东给囊内开把的，东给囊内开发的，马这错来秋色堂，马具出来秋色上，甲错切来挪不穷，给他说起来都不穷，甲乙囊内把握堂，家一囊内包上，东给囊内开把的，东给囊内开发的，马这错来秋色堂，马具出来秋色上，甲错切来挪不穷，给他说起来都不穷，俺呢七甲错内红，那你是家出来红，俺呢七甲错内红，那你是家出来红，三给人段忙内给，这里人忙来给，热白错段丁内干，来白出云丁来刚，三给人段忙内给，这里人忙来给，热白错段丁内干，来白出云丁来刚，夏季夏你呢，夏季夏你呢，夏初给帕度，夏初给派的，七南把那错给，七那把那错给，吃得讲马年，却得两万年，夏季夏你呢，夏初给帕度，夏季夏你呢，夏初给派的，七南把那错给，吃得讲马年，七那把那错给，却得两万年，哈萨呢，西嘎在帕儿，哈萨呢，西嘎在牌儿，哈萨呢，西嘎在帕儿，哈萨呢，西嘎在牌儿，苏呢，南听给帕儿，苏呢，南听给牌儿，苏呢，南听给帕儿，苏呢，南听给牌儿，哈南给囊呢，加金在，哈南给南呢，加金在，哈南给囊呢，加金在，哈南给南呢，加金在，啊，这是新的了哈。人西囊呢，忙人们，人西南呢，忙人们，人西囊呢，忙人们，人西南呢，忙人们，他南给给呢，那么我妈忙，哈南给地呢，那么我帮忙，他
爬南给进呢，那么我妈忙。爬南给进呢，那么我妈忙。下边一句，米拉多杰生给。米拉多杰生给。从给国呢。从给国呢。诺尔贝维。诺尔贝维。俺外讲。俺外讲。秋板丢。秋板丢。米拉多杰生给。米拉多杰生给。从给国呢。从给国呢。诺尔贝维俺外讲。诺尔贝维俺外讲。秋板丢。秋板丢。现在看这些单词意思能反应过来吧？应该意思能反应过来。再来一遍啊！米拉多杰生给从给国呢。米拉多杰生给从给国呢。诺尔贝维俺外讲。诺尔贝维俺外讲。秋板丢。秋板丢。爱明星你给。爱明星你给。我外昂呢。我外昂呢。阿妹拉巴涅。阿妹拉巴涅。这儿呢就补充一点，就是我查了一下字典，这个明星，它是明包，就是给包的那个包，明包就是兄长哥哥，明包。星猫哪个猫的猫？星猫呢就是妹妹。这俩词儿呢合起来，把那个词尾都去掉，合起来就是明星，就成了兄妹。这就是只是表示兄妹关系，兄妹在一起，他取了一个兄长的一个词儿，妹妹的一个词儿，两个合起来的。慢慢的可以，这个名呢，咱们知道就是那个本意是名字的名，加上个包，名包就成了这个哥哥。爱明星你给。爱明星你给。我外昂呢。我外昂呢。在哭着的情况下。阿妹拉巴涅。阿妹拉巴涅。这个是雷，是这个表材料，建筑材料的。哈康古托杜宰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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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托松。我给托松。果白糖芥吧。果白糖芥吧。多来出。多来出。我给托松。我给托松。果白糖芥吧。果白糖芥吧。多来出。多来出。帕尔给托松。帕尔给托松。果白糖芥吧。果白糖芥吧。说帕来出。说帕来出。灯给托松。灯给托松。果白糖芥吧。果白糖芥吧。星来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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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它好像是最后一个念的竹，应该是除。因为什么它念成竹？因为这个词啊，经常用，它不是完成嘛，成就嘛。这个词经常用那个就是过去时，过去时前边一加爬就成了那个竹，所以这个词读竹的时候特别多，读除不少。像这个句子就读除不我也是很不习惯，所以一看呢，他头的前头两个他一看没有前加字，那得读那个就是那个送气，所以他除不到时候他一不留神就回竹不去了。所以那个这个词因为它是完成经常用那个过去时，就是已经完成了，全部完成了。像他这个用现在时呢，就表示什么呢？正在完成，正在造。所以那个啊，也不是正在造的意思。他这个现在时有一个表示什么呀？就是叫永远存在的状态，就是那个就好像说真理一样，就是这个不强调时态，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做的。比如说桌子就是木头做的，这个时候呢，它这种动词表示一个这个真理，它就跟时间没关系，它一般用现在时。你比如说他那个说一些谚语，说一些格言的时候，那个他一般表示一个真理，他就那个用那个动词用什么时啊？他就用现在时，表示这个就是永远是这种状态。这个就是说根本上是这种，本质上是这种状态。像这个房子呢，他说哈康古托杜宰巴拉，这个宰巴拉是造的时候啊，这个如果是造的时候呢，这就表示正在有时间的意义。如果要是说不强调时间意义，就是说这个房子，他就说它是什么造的，有可能这个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意义。咱们来再读一下啊，应该是除，就是
一看它没有前加字就应该除。哈康古托杜宰巴拉，我给托松，果白糖芥巴多来除，帕尔给托松，果白糖芥巴索帕来除，灯给托松，果白糖芥巴星来煮，我也煮，这个不过关系不是太大啊。复习就到这儿吧，咱们下边讲新的。第二句呢，也是一个这个表材料的，它就是说这里的助词来也可以用拉，就是说表材料的时候呢，用来，但是呢也可以直接用拉宾，所以这个实际上这好多这一类的格助词啊，都是从拉宾这个发展出来的，所以它好像感觉上就是好多都可以用拉似的。你像这儿也是材料也可以用拉。咱们来看句子啊，以当给哈西，这个以当是个双音节词，是一个词儿，这样读。以就是意识的意，新意识的意。你看这个好像咱们很多这个词儿啊，跟汉语那个发音都一样的，一样。名，名字的名，它也就是名，有可能跟这个原来是同源的有关系。它这个好多词儿那个的一样。一就是意。咱们前面学过一个词儿叫坦白确，坦白它加了一个坦包，就是变成形容词。那个前边那个词就是坦就是什么呢？咱们说过啊，是正确的、神圣的、实际的、真实的，是这个，反正就是这类的。那个坦白确就是叫正法，也代表正确的法，代表神圣的法，代表这个微妙的法，代表这个就是反正都是好的这一类的。这个以当是什么呢？这个一个它的这个第一个意思就是本尊，第一个意思是本尊，第二个意思是誓约，就是我发誓，这个我发的那个誓词的内容，誓约约定。然后这个后边这给呢是的，哈是神，习是不定指代词，就是某一个，合起来就是什么呢？叫本尊神，本尊神，某一个本尊神，就是修谁的法，谁是本尊了。他这实际上不是说的本尊神，他实际上是说的本尊神的名字。实际上一看后边呢，他说修建这个本尊神，实际上你就知道他是修他的像。所以呢，他翻译的时候就说应当建造一座本尊神像，这个像字就是根据他这个句子内容判断出来的。这是以当给哈西，就是某一尊本尊神像，这是开头。后边是行觉的，行是这个修建，然后它还有一个意义啊，树立起来，建立起来，这个可以修建建立可以合成一个意思。它还有一个意思是起立，就是你在这坐着你站起来。那个心经里头好像就用到这个词了。佛一开始是入定的，到观音把心经说完之后啊，佛就从那个定里头啊行就从定里头起来了，意思就是出定了。它有起立的意思，坐着站起来，这是行。咱们这儿呢，它取的就是第一个意思，就是修建建立的意思。觉是这个前面学过，就是需要。这是一个这个停顿，或者是冒号，或者是这个的逗号。像这个地方呢，就是说需要修建一尊这个本尊神像。这个情况呢，下边有要说的话，就停顿一下。对，这个呆跟那个呆上加字仨的呆是一个，
然后后来那个周老师讲心经的时候，那儿又出现一个呆，就是那个忒本来是指的那个他那个，哎，他呢在这个停顿的这个符号里头呢，他们仨是这个有3种形式。第一个句子就是说需要修建一个一座本尊神像，这是第一个句子。下边啊，忒古尼，中间这个词儿是嗲，然后写就是古，哎，忒古尼，他的这个前边忒是他。刚才说了，不要后边那阿克故意光这个忒，这是他。这个忒呢，有时候跟前边这个呆呢是一个意思，就是那个停顿的意思。停顿有3个形式，呆、忒，还有一个呆加上上加字，3个都是代表一个句子一个中间停顿。这个忒就是他的，古就是材料原料，哎，古就是材料原料。还这个在理论上用的时候啊，经常用为因，原因的因，就古，哎，经常用为原因的因。哎，这个你想原材料跟因呢也有关系，你用什么东西建成，哎，因呢也是建成的一个这个材料，这个联系可以联系这个意思。说它的材料呢，哎，要建一个神像，它的材料就这个神像的材料原料用什么呢？下边看啊。砂糖多嘞，砂是土，糖是河，多是石头，雷就是咱们说的那个用什么为材料就用后边就跟雷表示前边表示用什么材料。你要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呢，雷是从什么里头出来，哎，那也可以这个跟这个原材料联系上，从土跟石头里头出来。原材料从土跟石里头出来，就是用土跟石头来造。说砂糖多嘞且难呢？且是那个做的过去时，拿就是如果用土和石头来做呢，这个你就是那了。哎，这个为什么要用过去时呢？他这口气上就是说，你那个如果用石头跟那个土造了之后呢，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哎，所以他用个过去时。如果用这个土跟石头造了之后会怎么着呢？是古眼，古是原材料。眼是坏，好坏的坏，哎，嗓包是好，眼就是坏。说这个材料啊太坏了，就是如果造这个神像的时候用土跟石头来造呢，这个材料太次，就这意思。下边呢说心给人了且难呢，不是雷是拉，就是说这个用材料呢可以用雷。也可以用拉，也可以直接用拉军。心给人了且难呢？心是树或者木头，给是的，人是类别，木料一类的。拉就是如果用木料一类的来且难呢？如果用它来做呢？给后边那个给。哎，这个就是什么呢？叫这个，它这个好多动词啊，这个藏文里头这个动词有一个概念叫什么呢？叫自主动词跟不自主动词。自主动词就是有一个主语，利用这个动词啊，它能够指挥它去做其他的事情。不自主动词呢，就是它本身的动作，就是它的对象就是它自己，哎。或者是我觉得是不是跟那个咱们原来说过的那个及物不及物也可以这个就是联系起来考虑，就是那个自主动词啊，好像一般是及物的，就是它是用这个动词去有宾语，它去收拾另外一个东西。如果要是不及物动词呢，一般这个动词是表示那个主语的状态，就是主语自己这个发生了一个什么动作，
像这个动词呢，它就是有这个及物不及物，就是或者说这个自主不自主。如果要是及物的，那它这个动词就当什么呢？当劈开，就是把那个东西啊劈开、打开、打碎。劈开打碎的意思，就是如果是及物动词或者是说自主动词。如果不及物呢，就是说这个动词描写主语本身的状态呢，就是裂开，它自己不是别人把它劈开，它自己裂开了，破裂裂开。这个藏文里头动词有这么一个2大类基本概念，好像这个概念啊，这个自主动词不的自主动词这个概念这个词儿啊，还是韩老提出来的。韩老那个时候是50年代初期，那个就是进藏啊，调查这个语言，然后写那个民族大学的那个藏文教材，好像还是他就是总结的这个概念跟那个提出来的这个名词。也就是说，这个动词啊，你像这一个动词吧，它就有2种意义，就是一个自主，一个不自主。自主就是它有宾语及物，那就是叫劈开、分开、打碎。如果不自主，就是说表示主语状态呢，就是裂开。现在呢，用的就是它那个不自主的意义，就是如果这个神像呢用木料来做呢，它会开裂，它就崩了，自己就破了，那个裂开了。这是说这个做神像的时候是用土跟石头呢才那个石料开刺，用木头呢又容易开裂，正在琢磨这个事儿。咱们来读这个句子啊。以当给哈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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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觉的，行觉的，行觉的，推古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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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汤多来切那尼，沙汤多来切那尼，有安，有安，沙汤多来切那尼，沙汤多来切那尼，有安，有安，行给人了切那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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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给，以当给哈西行觉的，以当给哈西行觉的，推古尼，推古尼，沙汤多来切那尼，有安，沙汤多来切那尼，有安，行给人了切那尼，给。行给人了切那尼，给。再来一遍啊！以当给哈西行觉的，以当给哈西行觉的，推古尼，推古尼，沙汤多来切那尼，有安，沙汤多来切那尼，有安，行给人了切那尼，给。行给人了切那尼，给。这句就这样。下边一句，想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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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包是舅舅，想别是加上句格撒，就是及物动词的主语。想别干什么呢？是这个看最后啊，且是这个做的过去时是吧？他做了点什么事儿？做了点什么事儿呢？且，它前边是个且，且是什么呢？且是这个粉末，它的本意是粉末。粉末有时候呢就经常被那个用作面粉，什么反正就是面的东西，沙子呀什么，反正就是木料那个沫呀，反正就是它本意是粉末，细末。舅舅呢做什么呢？粉末，反正就是把一种东西给弄成那个粉末了。这是主语、谓语、宾语都出来了。前边呢，那就是一些这个补充的附属成分了，就是这个，咱们看是什么啊？拉，就是什么呢？把前边这些材料给弄成粉末了。这个拉不是表示这个原材料吗？把前边这些原材料给弄成粉末了。前边的原材料是什么呢？这个咱们从头看啊，那个省略号后边，乃是什么呀？顷刻，一个是从，做虚词的时候是从，做这个实词的时候是顷刻。
就是咱们这儿的就是麦子，到青藏高原就是青稞了，相当于这一类的这个高寒植物啊，高寒带的植物。哎，嘎毛是这个还记得吗？哎，嘎包，哎，白的嘎包，他这用嘎毛。那个咱们说过，那嘎包好像是这个阳性的，嘎毛是阴性的，不知道他这为什么用这个毛啊？青稞是白青稞，这是形容词跟在它的中心词后边，白青稞。然后还有一个形容词莽包，莽包是什么来着？多，把很多的白青稞给弄成了粉末，就是磨成面粉了，就是。哎，拉呢表示这个原材料，哎，把前边这些原材料给弄成粉末了，就是把很多的白青稞给磨成面粉了。这语法关系就完了，咱们来读一读啊。想别内嘎毛，想别内嘎毛，莽包啦切切，莽包啦切切，想别内嘎毛，想别内嘎毛，莽包啦切切，莽包啦切切。哎，这个语法关系一定要注意，就是形容词在一般是在那个中心词的后边，它形容的是前边的那个词。哎，不过这儿因为前边有一个拉，一分开更明确，就是说它不会形容后边。把这个拉前头，这都是原材料。想别内嘎毛莽包啦切切，想别内嘎毛莽包啦切切，想别内嘎毛莽包啦切切，想别内嘎毛莽包啦切切。不错。再来一句，这个来用处非常广，你看后边啊，第二个做有认识义动词的状语，表示认识的根据缘由，也就是咱们说的因啊。你像那个因名里头讲，叫先立这个题儿叫宗，就是先立一个结论，然后呢第二句说因，就是你立这个题的原因，第三个是说喻，举一个大家公认的比喻，哎，这就是因名，可能是这句话呢，咱们来看啊，就是说，来呢还有一个意义，就是做有认识义动词的状语，表示认识的根据缘由。就是刚才咱们也说了，就是说这个在抽象意义上呢，这个它有一个因，有一个就是认识的那个因根据，然后它得到一个那个认识的结果。它这个来前头那个表示因。咱们来先看一个那个句子，咱们可能概念就清楚一些。看这个句最底下这个句子啊，秋干来，秋干来，秋蟹，秋蟹，秋是水，干本身呢，这个干啊，干本身呢就是那个水鸟，干本身就是水鸟，前边又加一个水的。就是强调这是水鸟，水鸟呢来，就是这个水鸟作为认识的根据、认识的原因、认识的缘由。由于水鸟，因为水鸟，最后动词是谢，谢是知道、了解、理会、理解，哎，它基本意思就是知道。知道什么呢？知道前边这个秋。秋后边加一个然，这也是一个拉丁，就是知道的对象是秋，知道水。你看这个什么意思呢？它就是说根据水鸟知道水，意思就是说他看到水鸟了，知道这个地方有水。你那个如果没有水的话，你水鸟没法生存。既然有水鸟活动的地方，它一定有水。这是一个因名的推理式的。就是说，根据什么原因推出一个什么结论来？它那个因名里头最常用的一个式子是什么呢？根据烟知道有火，哎，那是那个因名式子里头一举就好像最基本的一个原因理论，就是因为烟知道有火，哎，因为你没有火肯定出不来烟，一看到烟就知道肯定有火。
这个地方呢跟那个意义是一样的，但是它是另外一种现象，就是根据水鸟知道肯定这儿有水，所以你看下边是有水鸟而知道有水，所以这个雷呢表示什么呢？表示原因。刚才说用什么原材料，咱们说了用原材料也有原因的意思，所以呢你就来体会这个雷的意思，就是它是由它出来的，它是原材料，它是原因，用它造出来一个结论。所以看到这种句式呢，就知道前边是原因，后边是结论。咱们来读一下啊。秋天来秋日歇，秋天来秋日歇，秋天来秋日歇，秋天来秋日歇。句式很简单，根据什么现象知道有什么东西，知道得出一个什么结论来。再翻过来这个呢，句式跟上边是一样的，根据一个什么原因得出一个什么结论来。咱们来看啊，给星几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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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是生老病死的生，行是和，疾是这个灭。这个前边咱们学过一个大兴吉备 Shimrache， 就是制定了严律的法律，那个跟这个吉有什么区别呢？那个吉多一个撒，在卡后边还有一个撒，这个吉呢没有那个撒，发音跟其他的完全都一样。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吉后边再加一个撒，就变成了害怕，意思就是害怕。如果去掉一个撒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破坏、毁灭、崩溃。核心的一个字儿就是灭，就是这个毁灭、坏灭啊。你也可以我那个时候总结它的主要意思就是坏灭，坏掉了，消失了。所以这个就是害怕少了那个撒，就变成了一个叫坏灭。这个雷就是原因。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根据生和灭，也就是说根据生和灭的现象，根据生和灭的有这种现象，会得出一个什么结论来呢？后边啊，虐包日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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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字实际是两个字啊，虐包是一个字，那个ra是拉丁，多是动词。咱们先说多，这两个词都非常重要。后边这个多是什么意思呢？是了解、觉悟、通达。了解、觉悟、通达，或者叫理解，最后还有一个非常常用的意义，证悟，就是你证到了什么，比如证到了空性就多，证悟就是它本身有理解的意思，有这个了解的意思，但是呢它也有证悟的意思，就是理解。有一个呢就不是理解了，是实际我就证到了那个境界。比如说我现在理解说一切法空，这是空性，你实际证到了一切法空的时候呢，也可以用这个多。现观现证，那个现观呢就是这个字儿，庄严现观论，现观庄严论，韩老义现证论，现证，现证空性就是多，所以这个词儿非常重要。这个多我也多介绍一点。这个多如果去掉撒呢，就成了什么呢？就是这个真正的那个分别、理解、分别，就是这个是没有证悟的意思了，就成了那个分别、寻思，这个理解。这两个词的关系呢，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不带撒的那个呀，就是自主动词，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认识去分别一个什么事物，它有宾语的。如果加上撒呢，就变成了不自主动词，就是我主语本身，我就证到了这个东西，我就理解了这个东西，我理解了，我证悟了，就是表示主语本身的状态。如果不带撒呢，就是表示主语去
有一个分析宾语，有一个对象，我去分别什么事儿去，哎，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很重要的词儿。它前边这个词儿虐包，虐包是什么意思呢？它基本意思啊是事体，事情的事，主体本体的体，身体的体，事体，这是一个抽象名词，就是虐包事体，就是说一个这个事表示事物，一种事物一种东西啊，它的本体基本上是这个，它的存在基本含义是这个意思。在这个地方呢，它翻译为物质，这是这个世间人的一种理解了，就是说不是很准确的，但是那个世间词儿呢，它就是这个词儿可以表示物质。为什么呢？它是从那个事体来这个引申来的。事体说事物的本体一直是一种存在，人们一般就认为事物的一种存在啊，一般都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才叫存在。他认为好多人认为这个精神的存在不是一种存在，认为精神虚无缥缈，就是不是一种存在，是人们那个想象的一种东西。所以呢，它实际上这个韩老译的时候就直接译事体，这个比较准确。他这儿呢是抓出来它的一种比较固定的意思，就是物质，这是他取其中的一种意思。实际上如果要是真正藏语里头表示物质的呢，要比这个词要准确的多的，还有好几个。咱们看这意思啊，后边的意思就是说，多就是了解理解证悟。咱们一般呢，它这个地方呢就不是指的证悟了，因为它是推理，根据什么原因推出一个结论来，所以它一定是理解，一定是还是思辨的一种那个知道了解到，觉悟到了解到。他了解到什么呢？了解到前边拉军拿，就是说了解的那个结果或者了解的目标是什么呢？虐包，它是一个虐包。虐包刚才说了，抽象的意义就是一种存在，一种事情本体的存在。它这儿呢说成是物质，所以知道它是物质。咱们来全记的意思啊，根据有生有灭这种现象，就知道它是一种物质。实际上也就知道它是一种存在的东西，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大家公认的，就是说凡是一种实际存在的这种东西，就是有体有本体的东西吧，它一定是有生灭的。或者换一句话说，凡是有体有相的东西都是这个变化的，都是有生有灭的，都是有为法，就是这意思。这也是一个因明式的，就是根据一个因推出一个结论来。咱们来这个根据生和灭的现象知道这个东西呢，它是一种物质。咱们来读一读啊。个性几巴嘞，个性几巴嘞，虐波尔多，虐波尔多，整个连起来试一下啊。个性几巴嘞，虐波尔多，个性几巴嘞，虐波尔多，个性几巴嘞，虐波尔多。这一句完了啊，咱们再来下边一句。下边是一个这个就跟谚语一样啊，4句。咱们来看看啊，叫罗唐丹呐，罗唐丹呐，罗是智慧，罗这个基本含义有什么呢？心意识都可以用罗，就是说心意识人们的6识都可以用罗。罗呢含义非常多，是心意智慧好像灵魂什么，反正有好多这种抽象的东西包含很多意思。这个地方呢就是指智慧。唐丹呢，这个唐丹，唐是和，这个丹是具有，谁具有什么性质，谁具有什么特点，那个具有是具有什么东西，前面这个就是你看这儿罗唐丹就是具有智慧，就是谁具有呢？是另外一个东西具有啊，就是唐前边是它具有的那个东西，唐丹这也是很常用的，谁具有什么东西，具有什么性质，具有什么特点。拿是如果
如果具有智慧的话，那这儿这个就是没说出主语来，实际上就是指人，就是说这个人如果是有智慧的话，就这意思啊。有智慧的话怎么着呢？马麦讲，马麦讲，马是否定，麦是说话的过去时，就是麦。如果不带这个撒呢，就是说的这个现在时。妈就是现在时，加上撒就是过去时，这个就是说话的意思。将是咱们说过是也，带有转折意义的也，即使怎么着也如何。这个意思什么呢？说马麦将就是不说话也，就是说如果这个人聪明了的话呀，不说话也，但是他这个说话呢，这个他不是指的这个聪明人说话，是指的这个别人来介绍他的说话。就是说如果这个人聪明了的话，你不用别人介绍也能看出来，就这意思。你看下边他翻译的说，人若聪明不用人讲，就是说这个人你要是聪明了呀，不用别人这个就是告诉这个人聪明那个人不聪明，哎，你那个他能看出来，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他这个马麦是指的是不用别人来说出来，马麦讲，看后边啊，这个讲就是即使别人不说也怎么着呢？看后边转折，就是咱们说了讲就是转折到后边这个说nam give你来nam give你来，这个你还是用那个就是你就是这个就是说他在后边带轻声的时候啊，经常不读完整，如果读完整是你来，这个他经常就是光升上去，那个下来的那个呢直接就把那轻声带出来，就是你来，哎，就成了这样，读起后边带轻声的时候就成了光他升上去，然后那个下来呢就直接把那个轻声读出来了，一般是这样读。nam give你来nam give你来nam 是什么呢？ nam 是这个最基本的意思是种类，最基本的意思是种类， nam 就是种类，各种各类，这个有多少种类。佛经里头经常以差别，就是种类就是差别，你说分两类，这就是两种差别，分三类就是三种差别，所以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是态度方式，就是人的态度人的态度方式呢就比较抽象了，方式还有一个样式，就是这个事情表现出来的样子，跟那个种类也有相通的地方。你说这个地方这种事物分几种类，实际上你是看它的外表的那个样子，就是它的样式，种类样式形状，佛经里头还经常翻成形象，就是一个韩老师说什么叫形象啊，说运行的轨迹，这是现代语的解释了，形象一个东西运行的相貌，形象，你看现在你对这个词儿就大概有个印象了，它就是说一个东西的样子，基本上是这个意思。那一个人的样子呢，那就是他的态度，所以这个态度是从这个引申出来的。理解这些词啊，你掌握它这个意思，对你以后翻译佛经的时候，这个理解佛经的时候很有帮助，你要这个仔细琢磨它。这是第一个是样子啊，形象，在现代呢就是人的样子形象就是态度了。比如咱们说过，比如是变化，变化，态度的变化，你是什么呢？你是本身，强调别报你来是国王自己下的命令，强调他本身亲自下的命令。这儿的意思就是什么呢？这个态度的变化也可以简化成态度的变化，也可以简化就是态度。你来就是说就从态度本身来，是从就是根据他的这个态度，根据他的表现，是强调这个你是强调就只根据态度就行了。这个你还有仅的意思，仅根据他的态度，就光根据他的态度你就能看出来，不用别人说，你有这些意思，强调它本身，强调只根据这一点就行。
只根据他的态度会怎么着呢？叫三八考。三八考。三八是就是想法，三八就是三不是那个心嘛，三八就是他心里头想的想法，也叫现在说思想什么反正看法，就是这一套，哎，就是他的想法。考的最基本含义是听，用耳朵听，然后它引申出一个含义呢，就是理解。哎，你听到了，哎，就理解了，就知道了。像这个地方呢，就是不是取得它那个原来根本的那个听的含义，就是取它理解的含义。说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要是聪明了呀，不用别人来说啊，说这个人聪明，仅仅根据他的态度，根据他的表现，就是也能够理解他的想法，也能够理解他的思想，就是也能看出他聪明来，这么个意思。那比如你嘞是这个，仅仅根据他的态度就可以理解他的想法。理解想法并不是说理解他这个具体什么想法，就是说你理解啊他这个想法聪明不聪明就能理解。哎，聪明的人一看这个人的行为的举止就能看出来他聪明。咱们来读一下啊。那比如你嘞三八考。nam kêu ni le sampa kho lo thang dan na ma mai kyang lo thang dan na ma mai kyang nam kêu ni le sampa kho nam kêu ni le sampa kho 第三句排别修排别修，排波是尼泊尔的国名。排波，这个单独这个排呢，咱们拼音教材好像有这个词儿，就是那个羊毛，绵羊毛，单独这个排，加上一个波，就是那个尼泊尔的国名，不知道它怎么来的，是不是跟这个羊毛有关系，也没准儿。哎，你记单词你就不管它了，你就尼泊尔国名就是绵羊毛。哎，排别啊，排包是尼泊尔，阿开古语是的，就是尼泊尔的。sev 是这个16， sev 就是16，尼泊尔的16，这就跟那个音名式的似的，前边根据一个原因得出一个结论来，后边呢还要举一个比喻，就是能够说明证明我前面推理正确的一个这个比喻，大家都公认的比喻。这就是大家都公认的，说尼泊尔的16怎么样呢？说马学感，马是否定，学是吃，不吃也，就是说尼泊尔的16啊，你拿过来，你用不着吃，也怎么着呢？看后边，卡多尼嘞。卡多尼嘞，卡多是颜色，就是青黄赤白这个颜色，卡多是颜色，尼嘞，尼是就根据颜色本身，就只根据颜色，哎，这个来是根据嘛，来是前面是原因嘛，就是说就只根据颜色，也就是说你只要看看它的那个颜色呀，就怎么样呢？戳挖蟹，蟹是知道，就能知道戳挖是什么呢？味道，色声香味触那个味道，哎，戳挖这是6尘之一，戳挖就是味道，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仅仅根据它的颜色呢，就能知道它的味道啊很好。尼泊尔16不用尝，不用吃，你一看它的颜色就跟别的不一样，就肯定那个味道不错，知道它的味道就是肯定味美。跟上边呢就是一个比喻，就是聪明的人呢不用别人告诉你，你从他的行为举止呢就能够理解这个人呐，一看就是聪明人。就像这个尼泊尔的16一样，你不用尝，不用吃，你一看那个颜色呀就知道那味道肯定错不了，就这么
4句话，咱们来读一下后2句啊。代表社马学讲，代表社马学讲，卡多尼嘞戳瓦谢，卡多尼嘞戳瓦谢，4句来读一下啊。罗唐丹那马麦讲，罗唐丹那马麦讲，南叫尼嘞3把壳，南叫尼嘞3把壳，代表社马学讲，代表社马学讲，卡多尼嘞戳瓦谢，卡多尼嘞戳瓦谢。再来一句啊，这个来还有一个用途，就是什么呢？在否定形式谓语之前做谓语，表示被排除者啊，做状语，那个谓语前头做状语，表示被排除者，就是说这个谓语呀是否定的。否定什么呢？就是说在来前头这个呢是除了它，除了它，排除它，除了这个如何如何，就是除此之外，有这个意思。咱们来看他的例子啊，说吕亚夷松，吕是什么？身体。亚是什么？不是，这个亚是我，加一个卡呢，就变成了口语言的意思，语言的意思。身语意，意不是意吗？意是意识，身语意，这个牙是语言话的意思，说话的话的意思，语言的意思。吕亚夷松，就是身口意3，松是3是吧？身口意3个，身口意3个后边什么呢？比塞瓦，比是这个前头学过它的另外的形式，就是那个披，贡献奉献，披给那个师母乔莫拉学短披，塞尔学短披，给师母献上7钱金子，那个披跟它是一个词儿，这是比，这个可能这个呀是原型，我记不清了啊。比就是奉献，贡献，贡献身语意3。下边塞尔瓦是说话的说，奉献身语意3，这是说了这前面说这个话。这个咱们干脆把句子讲完再说背景啊。却来马囧，这个马呢，因为后边是无，这个就是那个写不就，就是原因是必原因，所以莫囧可以莫囧。却来莫囧，却是你我他的你，来是刚才说了是除了你，它可以表示排除，就是说那个谓语是否定的时候前边是排除的。谓语你看现在是麻就是否定的，囧是出现，咱们说过囧是出现，基本含义就是出现。你看啊，说这个莫囧就是说没有出现，除了你还没有出现过，除了你还没有过。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这个别人说这个谁说米拉日巴，因为他呀那个家里不是穷嘛，折腾的那个财产都让他叔叔拿走了，也不还。他供养这个上师的时候啊，他没钱怎么办呢？他就想着我用我的身口意，就是全部身心吧供养上师。其实这个呀是有理论根据的，
因为我们说法供养是第一嘛，是吧？你对佛的供养，什么供养最好啊？你按照佛的教导去修行，没说嘛？你修行须臾，修行那么一小会儿，就超过你给他多少钱财啊什么那些供养。哎，他用他的身口意，就是说他要自己的身体的行动，自己说的话，自己思想上的想法，全部要就是交给上师，要按照上师的这个指示来，这个就是按照上师的指示来修行。所以他就是我就是全身都交给上师了，所以是身口意三供养。说用身口意三供养的，除了你还没出现过。就是那个时候大概是至少是在这种在他们那个情况下是别人还没这么说过。这也是逼出来的办法。哎，你看下边就是说以这三业供啊，他加了个业，那身语意就是三业了，供养的除了你之外呢，再无他人了，就是意思就是没见过这么供养。咱们来读一读啊，这个三音节的词怎么读呢？是前头两个当双音节读，最后一个单独读，所以是吕啊乙这样来读。然后松呢是数词，是给整个词加的，是单独读。吕啊乙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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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喻 Sa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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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来马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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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啊乙松，比喻 Sar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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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来马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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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起来试一下啊。吕啊乙松，比喻 Sarah， 却来马囧。吕啊乙松，比喻 Sarah， 却来马囧。不错。再学一句哈，再学一句啊。紧巴亲包，紧巴亲包，紧巴亲包。这个勤啊，紧这读紧了，紧就是布施，就是给。紧吧是个动词，但是在这地方呢，它是一个人的名字，所以我想应该读成名词，就是紧巴。亲包是大，这个人的名字就叫大施，大布施。哎，就是非常喜欢布施了。这谁的名字呢？就是释迦这个本身故事，就是释迦做菩萨的时候有一生就叫大施，说不定啊，就是跟他父母那个闹矛盾那个，他非要到大海去取宝。哎，咱们还没讲到那句啊，哦，讲了说6天用各种各样的话跟他商量啊，都不听，就是他非要到大海去取宝。他父母说家里这么多钱，你布施呗，他那多危险呢！哎，怎么说他都不听。就是这个，就可能是他，哎，大师。秋日修的，秋日修的，秋日修的，秋日修的。大师干什么了呢？他修是什么呢？修是进入、加入、进入。哎，这个修呢，也是两个意思，一个是自主，一个不自主。如果自主呢，就是你拿一个东西加到什么里头，把什么东西塞到什么里头。你要把信塞到信封里头，你可以修。你要是不自主呢，就是主语本身修，我自己进去。比如说我参加了什么行动，我进到什么里头了，所以它都有有这么两个区别。现在是谁修呢？是大师。大师进到什么里头了呢？前边秋日，这显然是这个拉是一个拉军，他进到了水里头。哎，前边秋日水。就是大师啊，进到了水里头，就是下了水。拉是拉军，就是进到哪儿，表示方向嘛，表示这个目标。他进到水里头了，这是一个停顿。大师进到水里头，这个水啊，注意啊，一般意是水，但是最一般的意是河，就是说一般意是水，经常用的时候呢，表示河。但是这个地方不一定是河，这地方啊，有可能是什么呀？记不清故事了，不乱说了啊。有可能是海，都有可能，湖都有可能。你看他因为什么呢？你看他走了7天，他还没走出来是吧？这可能是海，我估计。这个大师就进到水里头了啊！进到水里头之后，看后边的情况呢，松哇来，松哇来，松是走的过去时，松哇就是这个动词，来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呢？
松瓦来就是他走啊走啊这种情况下，就走的情况下，就是他进到水里头呢，他就走，走着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发生了个什么情况呢？下顶给帕尔多，下顶给帕尔多呢？下是一日一夜昼夜，下就是昼夜，顶是七昼夜，七昼夜的这个的不是的意思，它是语法上要求的，因为后边是帕尔多，帕尔多是什么呢？直到直至什么地方？这个直至什么地方呢？前头要用的，就是直至第7天，直至第7天，帕尔多直到直到前边这个带的这个，直到第7天，说从他都没有哪就直接这个帕尔多呢，就是他没说，实际上就是从他一下水开始，从第1天一直到第7天，帕尔多是直至什么什么之间，帕尔不是有中间的意思吗？从第1天一直到第7天之间，就是7天之内，帕尔多尼，发生什么情况了呢？羽毛咱们来，羽毛咱们来，羽毛是膝盖，就是那个腿前边这个膝盖，羽毛膝盖。咱们呢，两个这个基本含义，一个基本含义呢是仅仅只有唯一，咱们说了咱们就是唯心，这个咱们译就译为实，就是只有实，唯有实，仅有实的意思。咱们第一个意思是仅指，第二个意思呢是大概，就是大概，就是大约，那么个意思。现在呢就是取这个大概的意思，就是膝盖大概就大概啊到膝盖那儿。来是什么呢？是排除，就是后边的动词是否定，前边就是排除，就是大概膝盖那个位置呢，除了那个膝盖那个位置，除了膝盖的位置发生什么情况呢？马怒，马是否定，怒，这个注意口型到最后要发一个波的口型，闭上口，怒，怒，怒是什么呢？是沉默下沉，沉默下沉。它这个还有很多引申的意思，就是崩溃、灭亡、衰败，有很多。但是它基本含义就是沉默下沉。比如说太阳从东边升起，到西边呢下沉，落下去，就是奴。马奴就是没有沉默，没有下沉下去，没有沉默。这个他这个沉默呢，这个地方就不是沉默了，就是说他在水里头走啊，这个水没他的膝盖哈，就是除了这个膝盖呢，除了膝盖没有淹没，他这是指啊，他是膝盖淹没了。你看他这后边翻的是膝盖淹没了。咱们来看看全句的意思啊。大师进到水里头，就是下了水，松瓦来他就这么走啊走啊，在这种情况下呢，一直到第7天呢，只淹没到膝盖，这是或者说福报，或者说他就有这个业力，或者说他就有这个神力，那你就没办法了。所以说这个人呐，有时候你自己的感觉呀，很重要。你别人都说这样不行，你感觉行，很可能就行。这个人跟人的业力不一样。咱们来这个读这句啊，紧巴亲包，紧巴亲包，秋日学的，松瓦来，下云给帕尔多尼，下云给帕尔多尼，羽毛咱们来满怒我，羽毛咱们来满怒我，紧巴亲包秋日学的，紧巴亲包秋日学的，松瓦来下云给帕尔多尼，松瓦来下云给帕尔多尼，羽毛咱们来满怒我，
预谋咱们来马努我，预谋咱们来马努我。预谋咱们来马努我。好，咱们今天就学到这儿吧。学过的新的读一遍啊。从那个第2句开始。以当给哈西，以当给哈西，以当给哈西，以当给哈西。行觉得，行觉得，行觉得，行觉得。推举你，推举你，推举你，推举你。撒汤多来切那尼，撒汤多来切那尼，撒汤多来切那尼，撒汤多来切那尼。举安，举安，举安，举安。行给热啦切那尼，行给热啦切那尼，行给热啦切那尼，行给热啦切那尼。给，给，以当给哈西行觉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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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举你撒汤多来切那尼，举安。推举你撒汤多来切那尼，举安。行给热啦切那尼，给。行给热啦切那尼，给。下边想别内干么？想别内干么？忙包啦切切。忙包啦切切。想别内干么？忙包啦切切。想别内干么？忙包啦切切。秋干儿来秋儿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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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星鸡巴来月包儿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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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汤丹那马麦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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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它这个罗汤丹那这个那呢是拿是这个如果假设口气的时候啊，好像它就读高一点调起来。就如果这样的话呢，后边再降下去，这样。你们注意周老师读是不是丹那降下来的？记不住啊，再来一遍。罗汤丹那马麦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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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2种读法，你们到时候自己体会一下啊。南狗你来3把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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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别塞乌马雪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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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多你来戳瓦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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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句一句读一遍啊。罗汤丹那马麦姜。罗汤丹那马麦姜。南狗你来3把壳。南狗你来3把壳。排别塞乌马雪姜。排别塞乌马雪姜。卡多你来戳瓦蟹。卡多你来戳瓦蟹。吕亚一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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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塞尔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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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来么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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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亚一松。吕塞尔瓦。吕亚一松。吕塞尔瓦。克来么囧。克来么囧。金巴亲包。金巴亲包。秋儿修的。秋儿修的。松瓦来。松瓦来。下顿给帕尔多尼。下顿给帕尔多尼。比莫咱们来马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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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稍微长一点啊。金巴亲包秋儿修的。金巴亲包秋儿修的。松瓦来下顿给帕尔多尼。松瓦来下顿给帕尔多尼。比莫咱们来马努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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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再来一遍啊，就结束。金巴亲包秋儿修的。金巴亲包秋儿修的。松瓦来下顿给帕尔多尼。松瓦来下顿给帕尔多尼。比莫咱们来马努我。
규모 땀내 만누어 규모 땀내 만누어 규모 땀내 만누어好，多读几遍就印象深了。就到这儿吧。